咱台灣甲摩洛哥因為無正式的外交關係，所以咱台灣人若是要去旅遊，就要透過摩洛哥駐日本的大使館來申請簽證。不過，這駐日本的大使館昨煞雄雄宣布講停止受理台灣的簽證。咱的外交部長林佳龍是表示，目前還佫佇咧了解，看這是暫時性的，也是政策性的措施，了後再佫來看要安怎應用。這嘛已經唔是台灣頭一屆去互非洲國家來打壓，這背後感覺是中國佇咧變規變怪，嘛引起討論。香菜旅遊官方網站公告，摩洛哥員工入境簽證函暫停受理。公告顯示，摩洛哥駐日大使館自昨開始停止受理簽證申請，因為個人暫時免去摩洛哥旅遊，引起討論。目前可以確認的是，摩洛哥駐日本大使館領事組已經通知相關旅行業者，表示摩洛哥主管機關自2026年7月20日起暫停核發所謂的 VCL， 也就是實務上使用的簽證許可信。台灣甲摩洛哥保護使主管，咱要去摩洛哥旅遊，愛向差不多50個工作日，寄文件到摩洛哥駐日本大使館申請入境簽證確認函。審核考驗期常常變數，摩洛哥旅遊是古城沙漠體驗出名，對台灣是小眾行程。毋過換歐洲，每年吸超過1300萬人出去，是歐洲的遊客上多。業者表示，辦理摩洛哥簽證本來就真無穩定。我們做摩洛哥團這條線最痛苦就是簽證不穩定，就常常會有很多因素，然後就停止。最近台灣常常互非洲國家打壓，是像羅總統原本訪問友邦，施華蒂尼，互3個取消專機飛航許可，肯亞拒絕替台灣號召人參加肯亞官方會議，還有柯麥隆在 WTO 部長會議期間愛看台灣代表團名戶，這擺事件佫一擺引起外交打壓的討論。有跟就是摩洛哥方面在聯繫中啊，也要了解那辦簽證上面的一個到底是暫時的還是有政策性的，我們會加以了解之後那做因應。他們其實本來可能在亞洲啊或其他國家的駐外單位比較少，台灣的旅客在辦困難度就的確是比較高。有的時候其實是當地政府的自己本身政治內部結構的改變。香菜旅遊回應，即馬開始暫停受理摩洛哥相關簽證甲行程，受影響旅客定金全部退還。呂天下回應，受影響團體有2團，有30人，並且將下最新動態，因為離出團日期還有一段時間會繼續追蹤官方進展。外交部是建議，規劃去摩洛哥愛申請評估行程。記者綜合報道。